感谢雅顺哦，咱继续来关心。今日有媒体曝光，经济部长郭志辉哦，直接邀请公务对象去因家开的餐厅食饭，有道理的嫌疑。经济部是声明强调讲，相关的费用拢是部长郭志辉家己出的，无动用到公务预算甲资源哦。行政长窦英泰嘛强调讲，外界若阁有疑虑，会当请部长搁再说明，嘛否认内阁会改组的方式。郭部长他已经对外说明了，说明他整个过程跟经费的使用，如果有疑义，我们请郭部长再度的说明。行政院长窦英泰搁一届替经济部长郭志辉讲话，因为郭志辉各方表出直接邀请有公务关系对象去因家开的餐厅用餐，有道理纵挖的嫌疑。因为经济部部长小发声明强调讲，食饭钱拢是郭部长拿的，并无动用任何公务预算甲资源，相关费用的支出有凭证会当来证明。在这个时候，内阁团队大家还是精神团结。窦英泰嘛，搁一届否认内阁改组的方式，强调讲行政团队注心应对国际关系贸易的情形，也有向立法院争取特别条例甲预算。不过在野党团嘛分别提出版本，甲行政院的4100亿来比，国民党团编3900亿，内底包括全面普发现金1万块的2300亿，而且甲国土安全甲交通建设的1500亿，也有补助台电的1000亿台调。编列了就是全民普发现金1万元，作为强化民众消费韧性，也有达成刺激消费、振兴经济的作用。只想着普发现金讨好选民，可能是国民党现在或是民众党现在仅能够提出的论述。把钱用在对的地方，应该才是好的国家发展方向。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有提我们自己的特别条例，台湾民众党当然是支持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特别条例啊。那民众党团的版本，同款有普发6000块的现金，而且甲补付台电的钱台调。针对这点，窦英泰表示，普发现金是真简单，不过并不是上界有效、上好的方法。这会让政府对产业的支持、对民生的照顾、甲强化安全运行的力量分散去，呼吁南北党团都爱三思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